团焖鸡汤热乎乎上桌，筷子一拨，骨肉分离，鸡汤中红枣清香味满溢。香肠蒟肉冻加入红枣，寻常口味也很新鲜。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创意料理。对，这种红枣创意料理，里面加了红枣跟虾仁。红枣虾仁，平常我就不会把它们想在一起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一般人都不会把它想在一起啊。对，赏花呢，来做点心。尝尝看我做的点心，空豆综合色，看起来很美味。嘿呦，嘿呦，红枣入菜不知点缀，新鲜红枣靠机器30个小时可干燥。杨振华硬是多花了10倍时间，让烈日慢慢照。那这种日晒10天的话，它里面有果糖，它可以慢慢去发酵，发酵之后它可以转成多糖。红枣甜度超过20度，是苗栗公馆特有的好品质，分辨优劣有个撇步。像比如完好来晒的，它整颗的颗粒找不到缝，裂果一定会有一个收的一个口。原是土地代书的杨振华满口的红枣精，多年前看果农晒果却滞销，自诩当公馆红枣的守护神。像今年的红枣的价值，光干的部分都比以往就成长了3倍加上今年又欠收，所以今年的那红枣干呢都飙到400。现在餐厅1年6000斤的保证使用量，时常需要向农户收购，供不应求。不够，真的不够。今年我们要省用啊。以红枣为主题发展主题餐厅，杨振华说他真的确有很强的危机感，因为在公馆这里过去有好多的特色产业，可是柿子被新埔取而代之，现在陶瓷想到莺歌，而芋头被大甲给取代了，剩下的红枣这个产业链千万不要裂解，而他正在努力。上课呢，爱做嘅点心，看到同好色。上课呢，爱做嘅点心，看到同好色。